吃。OK，我们雪芬觉得刚刚有没好吃吗？好吃啊！你看都眼睛都一直沙的。食神归位，总在讲啊，系啊。一直走在讲。觉得你好像有藏了什么手艺来，对，感觉大家会吞火。其实我跟你讲，他们讲过，就是等一下翻面的时候是他们过去翻3公尺以上哦，它比例呢？感觉妈妈的比例其实这不是感觉，这个是经验。对，一定要水妹他们表该冲二到用锤表都当够，而且听说是一个很帅的人切的，很帅，没错。那不要讲，不要讲。Hello， 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一家之主，我係明珠，我係莊百強。今日同歡喜呢來到台中一道邊，有一個地方講到要兩隻字呢，就會想到花海。啊，一定係新沙。沒錯，新沙一道邊，對，網美網帥聖地。對，而且呢，一道邊呢有非常多嘅像是觀光花園啊，或是花園餐廳。故說呢，一道邊有很多隱藏版的料理熬人哦。哎呦，動期待今年嘅來賓了哦。冇錯，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提前呢來分享到係邱玉涵邱師傅，玉涵姐，大家好。韓劇吼，親友幫戚師傅，大家好，大家好，阿鳳英你好，你好，有來過新沙吧？有，大家都有來過。有吼，我基本的結婚照是對對對，上排就上排過，有嘛，對對對，記得了，有記得了吼，因為你就結過一次啊哈，太多次我就會忘記了。所以應該摸女朋友啊，哎，摸吼，加增減摸。自己挖坑自己跳。摸女朋友應該要不用啊，哦，錯嘛哈，好。稍等下來呢，先來分享到我風水嘅潛水站，佢係兩字送美，分享到嘅傳本記老正言記，分享。來，咱最今日嚟分享到係標誌模樣吼，種石金老拎石粉，好可愛哦！蝸牛，平常時段有打扮嗎？平常有表演舞蹈表演，對。啊，今年要帶落去表演係嗎？很想有。今日嚟煮菜。哦，嚟煮菜啦，俾啦團頂下。嚟煮菜。新沙一道味有乜嘅好教好料嘅貼士有乜嘅，即係老太家分享一些嘛。時下，咱時下有菜地文化就係講有一個叫種嘛，叫種嘛，叫種嘛，我們每年哈，正月初3到初6，中號他都會在地方上繞境，就是都係我哋時下嘅叫種嘛文化節。大家出去參加過，有，真鬧熱咯。因為基隆沙係跳舞啊，所以我想講這個繞境一定是你們必備的。4點就放來，啊，叫種嘛嗬，差唔多種下來係搖莊，所以真鬧熱，真做到一下。要真鬧熱，係咧，真多節目，多暗舞跳啊，我哋就跳舞啊。你講到觀眾朋友動成我看。動到真鬧熱咯，好，其實呢，新沙一道別真嘅係睇起嚟係個都都市以外所在前面嘅後花園嘅發新沙一道別就係一個東後嘅選擇。先來看一下提出自體嘅料理係乜嘅？對，其中一個這個季節的。哇！苦瓜。把脯，今日要分享到菜題中亞嘅脯味嘅牛肉，來分享嘅裝修一種太子。張太子你好，來。太子有咩脯咧？我帶脯乾來啊！脯乾哦，曬乾的。有日頭曬嘅每套當香啊！客家精神就係多一條走料地度啦。老太家燒雞係脯乾，因為吼，安尼嘅脯吼，你咪係當年係嘅時節啦吼。按嚟講嘅雪唔皮嘅時候，我哋都冇想辦法啦，用曬乾、曬脯乾，曬好外下幾擺嚟講，有講較冇菜嘅時候，啊都拿出來嚇，煮湯，啊係用炒，按樣選煮啲菜唔料理，仲下當美味嘅味道，風味都特別不一樣。他自家是在品嚐，試試看，
就大女嘛嘅做啲半睇家食。有哦，我有煮蒲關湯哦。有自家種嘅嚇，按落去曬乾嚇，半睇自家品嚐看看哦。在這裡嗎？日日打開咯。我以為是會係蒲嘅飯呢，蒲嘅飯，因為我好是在做蒲飯。哇！熱沙姐飯湯，來，看起來凍澎湃呢。其實當簡單啊，拿個蒲關嚇，啊都酸果嚟菜，都唱鹹菜人嘅梅水，切咧就唱下我行煮別出梅。我人西邊做乾嚇，做啲保存凍球啊，看煮湯未凍下。冇菜嘅時候，我當好用，拿出來，又是一道美味。對。那雖然講已經洗澡，唔過你一定要落去還原過後，煮落齊嘅蒲嘅香油，還有青土哦，師傅你知唔知？你掹出來之前哦，因為我看過哦，我阿婆吼，挑板音吼係把它放老一點，是不是做個小哥？是的，做蒲燒。頭半年哈，佢佢留到老，按個人哈留拍，哈，是在做鋪做涼曬哈，是在做水果、藥水，用途很多，你講做啲選，看做那種工具，是啊，真的好好喝哦，而且也不用冷哎，咩都好吃。我們雪芬覺得感覺怎麼辦？好吃嗎？好吃啊！你看，都眼睛都一直眨的。好，所以看起來吼，今年應該唔係煮湯啦，咁我今年主題嘅食材是苦瓜。冇錯，今日呢鐵館就會先來啊，菜鐵鐵三蒲來做挑戰，誰來金行比賽咯？福卡好明星，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用最低限天嘅時間地度，用菜鐵嘅指定食材，做出自家嘅素路菜。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一家之主送菜嚟。好，那個蒲瓜呢是樸實無華，唔過呢都在給這編織媽料理，我們的厲害了。哎呦，既然這麼樸實，一定要老太版的用它來比出來。黑馬雞。主味料理用媽咪。苦瓜燴山煎餅，煎餅啊，是不是有點韓式煎餅的感覺？對，而且你可以拿燴山落去，哎呦，老燴山，芒做是凍熊的血嘞，真的煎餅。媽媽，讓你講，咱是沒凍厲害哦，我們1、2、3共下講來，1、2、3，苦瓜金竹筍，哎呦，珍珠筍黑馬雞，能夠係小秘密。好，既然啊，你會把它看起來用出都有驚喜都要地度，連下所有的金行比賽，太極感有信心嗎？有哦！比賽倒數3秒鐘，3、2、1，搶開始！好，開始！一般已經做蒲瓜哈，炒個就是蝦米婷婷，來豆腐下來細節啦。冇想到做啲，喊做啲做煎餅誒。對，而且加水分濃度煎餅，煎得起來冇咧，就可以下。哇！你這帶來全係菜鐵誒，包含個香菇哈，新社的自己的哈。對，新社的香最有名的就是香菇。平常都不敢會做嚟煎餅嗎？會哦。因為蒲嘅煎餅啊，那你客家非常有特色的一種料理嘛。別講還有木瓜煎餅，有木瓜煎，你們的南部的，對，南部的，對。你是從這個木瓜發想來的嗎？還是你本是會做蒲瓜嘅煎餅？本來就有這個料理，本身就要給客家料理。哦，生意做哦。聽到誒，生意哦。你看應該自家嘅量啊，唔是全部用下。注意哦，生意哦。媽媽冇都會講誒，而且佢本來喺度醫院上班呢。你在醫院上班自己處理錢。還有上以前呐，走進去啦，可以了，會，安尼又會，客家人，怎麼在做護士啊？業務，文書，好，用泡好咧，哦，海參未燙好咧哦。記得唔是燙嗎？牛豬蛋，聽牌。是的呀。你下開豬尾先做乜嘅？我先炒嘛，改東西啊。炒蒲，蝦米，蝦皮。哦，炒香。細細個蝦米。蝦皮，然後蝦米，炒起來一個差別係乜嘅？外觀應該是大小隻，肉的有肉沒肉？好，我們等下再回來。好，加油！哦喲，一定要切片哦。
切片的草脯啊。来，我跟你讲吼，去龙沙改下法种来虚接的是让人讲吼。我们今天是来做效果的哦，做效果。我想说，是认输吗？我看一下第六准备的食材，哎呦，它又够痛哎，皮筒，它又准备给嘛梅花肉，他们不是来玩的，我以为他们是来搞哎，冻凝聚的准备，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讲吼，你这种跟考试嘅虚接的时候安用吼，你要考嘛嘅，结果咧100分。等下吃看看，不用了，先不用了落去。好。冲那个等一下的，不是的，肉先抱起来放的，肉先抱起来放的呀。我这个是炒化的时候，没有，这个很少看到来宾气到那个眼睛变红色。对。没有了。画的。这个肉会不会太少？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还有很多，还有这是猪蹄板，对。珍珠笋可以吗？珍珠笋的薏米笋嘞，玉米对，是跟薏米对，小的对，那个蛮好，自家种的，自家种的，嘿，家里常常就是这样的料理。又马改是炒马改啦，安尼是辣的哈，辣吼，差不多7分熟都好嘞，肉7分熟，冇多爱甜硬，因为那个脯啊多炒，搅嘞，好，先来看忙吃哈。好，我们的虾子也准备好了哈。对，还要放什么？不用放好了。是，我哋要拿放来，连肉我先拿放来。先炒半熟，炒8分熟、7分熟，同下熟得了哈。安尼拿放来了哈，你个加少少的油哈。来炒脯。用办法上到了吐出来，安用做啊？因为连满好种啊脯的时节啦，嘿，时节真多个珍珠笋哈，家里种的，所以就会炒同啊不卡炒，然后加在一起，对，就好像啊，俩就珍珠笋，然后嘿，了种下好，我哋用头天连满那新菜啊，新鲜的菜，加水落去用下炒。好，这一汉张都做来了，继续加油哦！加油哈！好，再下去。又软了哦。来，导边都会调个面糊喽。珍娟姐问一下哈，你家的那个面粉是低筋、中筋、高筋啊？没有分啊，没关系。没分哈，全走单哈。那比例呢？凭感觉。妈妈的比例，其实这不是感觉，真的是经验。对了。它有加面粉跟太白一点太白粉，它就软係嗎？要落胡椒粉嗎？有，不用嘞，不用胡椒粉。我们的一定很好吃。手管哈筋哈就已经加2分了。对，应该是差不多。我们的手粉接的哈很细心，刚刚一个一个试又熟吗？水姜它肉掉哈硬啊样。让我了会先煎过，唔係全部從頭街啲個煎呢。你下看你脯不就熟嘛？等下就聽我就熟。剛剛是新的，剛剛是很好熟。半透明就熟。做得嘞，聽熟嘅。了解。姜怕聽熟，我冇口感。太老的也可以吃嗎？因為雞肉是本性是肉嘞。所以說是總得學。就把它的籽去掉。如果怕太老的話，就吃外面那一段。白白啪啪嘅。所以按條條是好嘞啊。變化也是好嘞嘛哈。等一下還要扁面哦。扁面，按你扁面，你拿通進來一下，應該是狗改片款，好嗎？好，加油哦。其實我看到你用啥吼，一個雪晴然後雪芬姐，就當時有看表演嘅感覺，我也很想看你煮菜，覺得你好像有藏了什麼手藝來，對，感覺等下會吞火，等下會跳火圈。其實我跟你講，他們講過，就是等一下翻面的時候是他們過去翻3公尺以上哦。孔哏以及豆哏，孔锵孔，孔锵孔，孔锵孔锵孔锵孔。他唱我表演的。覺得你好像有藏了什麼手藝來，對，感覺等下會吞火，等下會跳火圈。其實我跟你講，他們講過，就是等一下翻面的時候是他們過去翻3公尺以上哦。他們要怎麼辦？等一
像我们的国庆先表演一次啊，他们自己转讲的，对，再下来，完美，太厉害了！张国生加油！张国生来了，我才刚少改良，你们刚刚错过什么？全部都刚刚切的，就下去炒。啊，你会有经典的料理，嘛重要好嘞，不用盐，一点一丝是盐。啊，是薯条，一丝是安尼，一丝是提味安尼高汤，我们的高汤哦，有高汤，本身吼，巧，你本身吼，跟薏米笋吼甜来，啊脯个刺啊个甜来，啊我就是煮出来个盐味，就会超级客家菜啦，嘿啦，真简单。你们有没有看过双人相声？太有名啦！嘿啦，真简单的菜。孔哏以及豆哏，孔锵锵孔。他唱我表演的，哦，安尼好料，好料，好嘞啊！那我们跟大家讲一下，那个高汤可以用泰骨系吗？鸡骨，鸡骨它用干嘛干？鸡骨呢？是鸡骨田。鸡骨汤，系鸡骨鸡胸。因为我们嘿表姐在开店，所以我们就开店嘛，你冻袂煮糜系吗？煮糜清香，咱不如煮，嘿，不如煮铺糜，一铺的吼做法凊道，做铺饭嘞，煮铺糜，吼，啊个是种炒，啊所以咱自家带金比咧食材哦，讲到几个专业啦，讲铁啦，讲卡，好，安尼煮，安尼好咧，好嘞，好了，去我们的方面。好。有擦擦吗？有没有擦擦？有擦擦吗？没有，还没擦擦，有加水哦。没有。要不要大火一点？会出水啦，大火吗？煮啊会出水哦。我感觉皮都霉透咧吼。哦，要个煮干的米线，要不要倒掉一点水跟油？倒掉会好还是不好？那皮都霉透。要不要倒掉一点？我觉得要不然没有办法让它擦擦。小拌一点。如果你这样子倒呢？帮我们。该拍呢？添下。总在讲啊，系啊。你是做在讲。可以这样做。他可以啊，他可以。好。你看的会很紧张，对不对？哦。哎，你要它怎么水？要不要擦干？好，可以了。好，左对。我觉得很有胜算。对。因为苦瓜饼、苦味煎饼会勾起大家的回忆。小时候的回忆。我们吃到这种回忆就吃眼就红色。对。结果已经出来了。左对了，左对了。8、7、6、5、7、3、2、1，时间到。所以就来吃看那铁管地图哪部卡米西卡好食嘞？技术料理的挑战就会拿出一个最后嘅可以当主角也可以当配角，所以他的睇緊用嚟做，你來剪一嘅蒲飯，是大家兒時的回憶，來吃看呐，搶用，剪刀有擦擦吼，看個皮哦是凍上嘅雪，對，而且料很豐富的，來，大家來選，有覺得那個味道嗎？雪到該皮嘅，雪在它就卡吱呢。有沒有吃到那個切點菜，有一種畫龍點睛的感覺？這套有畫龍點睛，把我心裡面有話講出來了。好吃，有滿意嗎？那雪芬姐，你覺得呢？层次口感很多，還有我們客家的標準那個羅勒九層塔味道，很香，好吃到眼睛又變紅色了。不是掉眼淚，是真的是太感動了，吃到感動了。好，你下飯攬水嘅哦。好。要進煮筍，你另外食多。嘿，主要是個蒲下進煮筍。嘿，好食咯。很 Q 彈明用嘅。對呀，主要是啲蒲下的進煮筍，嘿。它因為啲冇加埋調味嘛，它最尾加個染食個自然嘅味道。我哥用味頭啊，我們是煎餅，怎麼可以跟你那個炒的不一樣的領域？對，煎餅啊，配啲魚味。係嘛？哎，蒜頭蟹以及白豚，整年紀吃到嘞，好吃，好吃，好，兩體館呢可以來根本評審先生當送我件呢，要怎麼辦呢？要直接先搶邱師傅搶分數。哈？好啦，請英動難平，請英動
难评，你一下看一下，亲有凤七师傅强。有冇看啦？嗬。好。應該顧馬莎。對，我們錯啦。湯款。來，這個調味也海參的米絲有出來，也補的米絲冇沖過，嘿，所以它的那個味道又有那個七千塔的米頭，把客家的風味給點出來，嘿，那藍色這邊它的甜味其實是非常的棒，很突出。把那個夏季想要吃海鮮料的感覺，那個泡泡都冒出來了，也甜蜜，好像我們在海邊游泳的感覺。海產店就在旁邊了，很清爽的感覺。跟我一起游泳的。對，可是就很難評，所以我以比較香氣比較重的。七師傅咧，哦，因為倆係煎餅喎，佢煎到有度好擦擦，因為佢個不管係個手關呢，蝦講佢個甜味要出來，糖度咪度好啊樣樣，好正菜。你平時嘅正菜，佢梅頭咪挑到當雜當好，吃炒到個蝦講稍微用久咧，有點一菜點嘅有彈性啊，唔過佢倆調到一點點嘅味啊，係啊，兩片都做到當好啦，唔怕呀，張氣管聽聽。3點好了呢，先去休戰一下，等下可以哈，師傅按會講，講都講好，唔過呢可以哈，今日帶來乜嘅4個料理，正式嘅表演問大家來學習下，可以哈，齊師傅帶來4個料理。總鋪素滷菜。好，大家其他嘅師傅來帶來4個料理，今日齊師傅帶來菜苗係嗎？愛戀珊瑚礁。這是哪一首 MV 的歌曲嗎？愛戀係乜嘅時菜？愛係咪乜嘅？你係乜嘅？戀。戀。哦。珊瑚係乜嘅？胡瓜嘛。胡瓜咪對嘛？你乜嘅？咖啡豆巨型的。我即刻講好你啊。胡桃。你胡桃有冇買咗呢？時間有烤過去切到那斜斜樣嘅。你乜？胡麻醬，難怪係珊瑚嘛，吼，個椒係乜嘅咧？頭先講嘅香蕉、芭蕉未做得，哦，你係脆薯粉漿，愛了會從樣嘢落去，好，了先，好了胡瓜嘛，哈。係咪就這個瓊英送白酒改那種，就是日式的那個叫什麼？甜不辣。甜婦羅係嗎？該粉摸強咗。這個粉有按樣去調啊？摸是調了按樣有啊。所以加來嗎？要唔是。有啊。粉加屬於時候咧。嘿，是款氣，底下係氣死嘅，該脆薯粉有啊，按樣是用它。氣死的脆薯粉。脆薯粉哈。那個濃稠度是那個技巧。這種是不是有點像人家炸那個飯酥啊？未做得，從未做得用飯酥乜嘅，山藥未做得啦。有啊。許師傅，你的粉漿裡面有沒有調味道？有味道嗎？冇。其實也加那個起司酥炸粉，是酥炸粉嗎？酥炸粉，該麥片也是做得咧，像安樣，呀，香蕉哈，松茸哈，炸過香蕉，其實看你自己好食嘛，個果子水果哈，就是比較堅果類，哈，硬嘅是做得啦。大家有冇問題冇？水果會乜嘅？水果都是的嗎？做得啦，硬啊哈，硬沒做得啦。硬一點的會比較硬果哈。冇，像個硬果，唔是用泡嘅，直接拌個沙拉是好咧。南瓜是的。你啊，彩椒沒有配顏色哦，那也要炸嗎？等下看哦吼，我現在搞摸強溶嘅哦吼，係像安樣啊，你彩椒先變下去。有冇變哦？小油係嗎？哎呦，啱是剛剛好熟咧。熟咧。有啊。然後做乜嘅？沙拉盤啊，沙拉。紫洋蔥。好。有乜嘅？木薯芽係嗎？豆苗。許師傅，你的紫洋蔥是不是有漂過水？從紫洋蔥你做一先切好，變到冰箱地步時候咧，冰箱地步時候咧，唔會辣咯。好，而家從。燒嘅配個青菜，很解油膩。我哋係
胡麻酱，胡麻，滴滴的时候。该胡麻係外面賣嘅嗰種哦。沒有，我買是有的。有特別挑過嗎？胡麻醬。胡麻醬。有限購嗎？不是。不是。哦，那秘密武器就出來咯。咩講他又愛練？阿媽愛練到啊。戀情要慢慢的進步。謝謝我們的那個愛情老師。食神歸位。我買是有的。有特別挑過嗎？啊？胡麻醬。胡麻醬。有限購嗎？不是。不是。哦，那秘密武器就出來咯。手套，我現在知道，你剛剛秘密武器都是手套。我們很期待，我很期待啊，你有期待哦。對。我們今天會不會拿金條出來？金條。金條。你去看過哈？有看過。有看過。偶像，對，上次是金箔。偶像。給我的。偶像也可以啦。不是誰的。知道，對。這麼蓋。咩情人果？鋪哈，你要先用啊切的東西蒸時候，大概蒸差不多10分鐘左右內哦哈。按按當季。這太用心了嘛，底肚會挖空的。容器哈。你看安用切哈，很像那種雞蛋剛孵出小雞的感覺呢。什麼？就是雞蛋殼啊，然後這樣。雀巢。哎，對，哈寶要用，哎呦。哦，咖啡豆來了。咖啡豆，兩枚咖啡豆啊。核桃。核桃了。啊，出年先不用方便食。哦，難怪佢嘅攤得很好睇哦。對啊。哦，有人給你時間壓力咯。哦，滴答咯。哎，咩講他又愛練？他蠻愛練到啊。戀情要慢慢的進步加緊。哦，謝謝我們的那個愛情老師。愛練咯，吼，該有上癮，一個是該朋友啊，串冰，吼，第一做嘅習慣咯，凍好日本嘅沙拉醬做得嗎？沒做得，好，還是完成咯，愛練珊瑚礁，按鈕去後勢咯。愛練三步驟，到底你做咗識得到呢？先來出題目。好，題目係路頭牌婦女大家結婚嘅當輩愛代表乜界咧 ？A. 同心協力 B. 嫁菜還冠。好，先來猜拳。哦，先猜拳再來取得答案。姐姐厲害，姐姐猜來，我們請到食神哦。來猜哦，往前站，往前。剪刀石頭布。先回原位，一定會猜對哦。謝金姐，你感覺係因為同心協力，也係家財萬貫。B 哈，嫁菜萬貫。那我們就兩邊是只能選 A，沒選擇。那你吃都會選嗎？該不能。我選 B， 我們也選 B。你有什麼選 B 哦？你會玩嗎？是。好，你感覺係 B 哈？啊，你沒選 B 哈？好。大家唔會搞呢兩場嘅活動。好吧。你做按台盤那麼小氣。對啊。那我選 A。哦，你選 A。好，我帶答案係 B， 想係 A 咧？答案係 A。家財萬貫呢？真的。好，老大家講。同一張俘虜本兩隻送馬，分別送酒本信仰老信龍領，兩隻鋪兒合起來係隻萬金的俘虜，象徵係夫妻寸金以後齊心協力。對，而且長得像一個球嘛，合起來，好，我哋都是東西好咧，係誰啊？哇，真的是懂牌，對，很想分給雪芬姐吃。安台潘呢？我真的看珍娟姐的笑容快忍不住了。你真係已經到秋芬姐，已經從頭笑到尾呢。哎呀，雪芬姐剛剛有講好，也要搶，也要搶，請吃飯了。對，沒錯，請客。哦，那我們就不用錄那麼久了嗎？也是啊。
珍娟姐哈，你那个笑容真的，你看动阿美，看到吃的，每次看到吃哎呀，笑开心的。哎呀，董庆贤呢？哎呦，哎呀，香蕉捧过后更香哎，加热过后，有那种香蕉蛋糕的香气。你们这样真的让雪芬姐眼红呢。真的，我红很久了。而且有时候都可以用炼乳跟蜜糖，好赞的。它这算是一种温沙拉的概念。温沙拉，温沙拉。而且那个胡瓜炸的，来蘸那个胡麻酱，都好，都好。冻下。啊，珍娟姐王一嘞，我觉得啊，那个该补啊吼，切哦，当好些，俺唔低讲吼，安尼炸那个，不按好些，唔是炸过。唔是来啊，也好袂咧吼，地方开始这是所在按个料理安个。啊，秋芬姐嘞，色香味俱全。哇，是吗？哎呦，好有啊！该趁他全副黑你都有用晒哈。讲那么大声，我已经定好了。好，太切完咧都不卡，做得好起来吃周饭呐。而且呢，做得不够某个人可以够吃做得。但是呢，蓝队，你们要加油的，好吗 ？OK。摸血斗美摸分数，而且很有效果。OK，是啊，对，需要来一场舞吗？自 Q 就口自 Q 哦。等下假使又让你想蹦一跳，好吗？来，马上就来金行最杯米馆来挑战喽！爱是太中谱，用嘴运用接力嘅方式，就自家嘅口味，做出自天嘅菜色。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顺序嘅情況底下，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殺亂分麼？到底哪嘴仲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你誰來上菜了？最杯米館咯，來，加油！料理接力賽，我哋可以係。我们主持人利用上个老伯签出的那个棒次，好，我们就2个人来抽好了，直接直球对决。唔是先看题目哈。好，先看题目。哎，干嘛？tomato 下面好，把所有食材都讲出来了。都改了主同样还用简呢，没有说。哎，冇听错都有可能哦。好，先来猜棒次。好，姐姐先来。哎，你给姐姐啊！哦，来了，我就选这个了。1、2、3，你好，还没走的，可以了，还没走的。好 ，OK， 然后先哈，靠近我们2姐妹这边的，1、2、3，我呢係3，係嗎？刚刚好。來給下現要跳學果咧。等一下張磊看一下直球對決用的必然哈，馬上來金行水杯米館挑戰嘍。好，2館的挑戰呢，等一下馬上就來金行嘍。3、2、1，唱開始。先來看一下伯謙。好。哎呦！伯謙，你是當蝦仁排隊嗎？咩事？快處理哦！你看，等一下，我先打不給殺。為什麼不放在塑膠袋裡呀？係啊。你看，我要準備2隻嘅刀哦，來咯！你就看過食神那個天陽嘛？食神歸位。睇到乜㗎？睇到睇住準備嗬，呢個係豬肉嗬。豬肉，不是全部哦，一半是好嘞。那也是我們自己做的特調的。哦，厲害，厲害。它有養性啊。我煎的是較好煎。因為打過係啊。對，打過吼。而且那個抓，那秘密武器嘞。對，再加那個胡椒鹽，寧香椒鹽，它有不同的味道。自家帶來嘅哦，自家帶來嘅啊，秘密武器係嗎？呢個聽時聽好了。胡椒鹽呢？再來一點。OK 了。好。這是胡椒山嗎？還有米酒係嗎？唔是，好，攪來。因為它現在酒測，我怕人吃的。等下我要去看我們那邊的。哇！你要切雞要放。tomato先去皮，等下除了要切段，要切末。
切块，切丁就好了。切丁，哎，切丁1公分嘛，然后可以前后要分开，就直接了啦。哪一边？嘿，好，皮哪一边是皮的？哦。那我们卡州的保色某空用，我们是要整个鲜虾仁下去吗？鲜虾仁全你这样会来不及。生鱼熟哦，吼，生鱼的。哈银就直接煎吗？直接就好了。那我切葱了，嘿，这个要先切吗？给你拌吗？是不是？不要紧张，好，问呢。你不要下工按拍照哦。係啊，你要下工動拍照哈。哈？天生了哈，第一問天生了哈。3、2、1，第二棒妈妈上，第二棒哦，第二棒哦，切葱，这样子哎。往第二棒哦。这个拌一点酒、胡椒盐。酒老胡椒粉这不爱吗？盐巴一点点。胡椒粉。哦。胡椒粉哦。多一些盐巴一点就好。就6块币。辣啊。哇。要比丢卤一下啦哦。切1公分。我切做得准了，连一起来呢，我切。你记得了？记得了。在你坐在吗？对，可以。我们那边很紧张哎。我们这边也是很紧张。我们这里已经做了2件事了。大姐，你们2分了，很紧张哦。哇！因为他不想请客了。两片不给婷婷的切人家这孔盖片好嘞，好不好？好，就先不给切了哈。再见，明珠加油啊！加油！再见。你这个水妹他们表该冲了到向出来表都难过，而且听说是一个很帅的人切的，很帅，没错。那不要讲。来，俺弄快跑，你先用的，你先用这个。我会虾泥啊，我先炒这个啦。你先炒我虾泥呢？虾泥等下最后再弄啊。好，快跑嘞！先动。博清，你上去做的咯。嘿，俺弄快跑，动紧张哈，博清。动紧张，你系第3棒哦哈。好。你要别向我洗剑吗？你要做啲向下别。是的。好。你搞会是的。变高汤哈。对，不然厉害呢哈。我加油，我来爆，那再拿过去就行了。你的时间。俺弄快。或者有个有调米丝嘛？有吗？有调米丝嘛？有。我们呼叫人给本讯是就人嘞。哦，胡椒盐而已。还有雷梦嘅香味。哦。雷梦嘅香味。解腻。对，你要先变了一件是从嘞。对啊。还有婷婷的剑哦，看这孔盖片哦哈。啊，不能动听众嘞。那你过来，不影响你那个孔盖片。哇，厉害！接下来切丁。接着他切嘛。他叫你写一个丁呐。怎么该不会用盖卵盖豆腐啊？怎么会用鸡蛋豆腐？比较嫩。这是鸡蛋豆腐，比较嫩，它比较嫩，而且它有味道。你切的，他会切嘛盖？要下锅了吗？可以，热了以后就爆香。这个跟这个。姜妈有先煸起啊，姜妈。你要强下的吗？强下，上西件呐，上西件哈。你们放心啦，我们现在在准备得奖感言。好，先不你炒一下，俺这孔盖片咯哈，俺这孔盖片咯。煸高汤咯，煸虾油。我跟2位总不是讲嘅哈，俺都有个小心机，你看哦，该煸哦，虾仁跟老干肉煸系软系吗？你看。手里来这个很爆破跳起来嚷哎呦！干贝孔虫好吗？干贝，这个是素食干贝，厉害嘿！味道爱古西店哦，你看我们做的有没有像韩式烤盘？4、3、2、1，第3棒马上盖，第3盖，嗨，很棒哟！加起来。我要来猜你们我们的大爆炸。感觉很厉害耶！厉害哦！水啊，水咯，你们叫你个加水啦。哦，加水啦。当面拿到，没关系，一样好，没关系一样。咁我做得起碼排啲咁排哈。他講嘅高湯未做得，係你厲害哦。那我這個我關小火了。好，點饅頭，同乜都落來。你下高分食神啊！好，不用緊張，大家。OK。
一副啊，你千萬係嘛？誒，水台係240。哦，240，冇240，關門出嚟咩事？咩事？哎呀，我看個樣咧，是，算是好的呀。等一下，我傾你來嗎？現在傾你啦，OK嗎？兩兄弟，搶隊啊！該偏了哈。加油啊！加油！我扁面哦，扁不給擦擦喲。用夾子。我們這邊優雅很多，對，心跳可以恢復正常，對，緩和一點。好，該頭部有聲音哦。我們像那個金沙豆腐堡的概念，我們變番茄豆腐。對，差不多樣用意思啊。燜一下。你這個哈金嘛，跟徐姐做的表下一樣。哈講。等下。不然會發生像你們那一第一段的事情。對，跳落。我感覺跟哈金差不多嘅落嚟嘅時間嘅問題哦。可能這個對。菜白粉要弄水。水。要水嗎？要水。好，我們等下再回來哦，哈。好。哦，我走對了。那個湯汁，給它吸到湯汁。咩杏鮑菇素干貝？素干貝。他剛糾正我的素干貝。這是素的干貝。哦。前頭幫我前頭排水片。要不要鍋蓋菇？等一下，長得貼啲嚇。好，過去馬下。等一下，個頭頂。是的。是的。哎，看起來我們剛才有加湯係嗎？我就加一勺糖，嘿，呀，同埋豆豆不用糖，係吧？哎，讓我提味，讓我出來。我看差不多咧，是的咧。好，我可以小一點。我去看看嗎？潘樂呀。你自家試看。你自家試看。有吃過米通嗎？冇，蠻吃咧。我款式哦，還不錯哦。我去看。表情有出來哦。食神的表情來。非常甜的。是的啦。是的，是好嘞，係啊。是的。好，大家都差不多了。見到水妹喺我表該衝二路向出來，表都當夠。點綴一下。好，要吃的人就可以。而且聽說是一個很帥的人切的。很帥，沒錯。那不要講。好，來，倒數嘍，8、7、6、5、4、3、2、1，時間到。馬上就來吃看那最杯米館，哪部卡張係列胎中譜咧？最杯米倆出料理呢，真經發現到兩家做法無共樣，而且都同非共譜，同音整組，先問起家一個鼓勵。好，馬上呢就來吃這條風吹的米湯，好嗎？好，來，一人有一尾蝦。哎呦，看看哈金是太炸到。我們的豆腐好好吃哦，這個米湯懂蘸掉哎。哦，誰呢？是聽我凍好食的頭菜。沒錯。因為它最後那個勾芡也好好吃。而且我的蝦公是不是有黏米？有些滷膏。有。該勾芡哦，然後該所有嘅米湯哦爆落去。凍好食。哎呦，雪芬姐是強力的哦。哎呦，好吃嗎？好吃的。對呀。有滿意嗎？有。好，你下飯冷水嘅哦。我一定要吃到薄前豆那個。蝦仁餅。對。我呢個豆腐完全唔係酥雞料嘅。我肯認為嘅豆腐乾唔係，佢係非常軟嘅豆腐。對。咁我跟外皮哦，它就口感，都好食。兩道都很好吃。嘿，好吃嗎？非常好食。好吃哈。搭紅哦，全要熱梅整啲5點蛋。好，原本呢不管最杯米成績很用版，我必須說兩組真經亮出來都很好吃，還有高分專家，評審欣賞天下球師傅搶本數。哈？好，兩下5拍，韓日7師傅好，兩下款青鳳7師傅搶本數。哎呦！我想東西。壓兩道炊鹽米頭又做到最後，雖然他們的那個蝦湯熬得非常好，但是
它那个味道少了它相当扒起来，椰米兔哈全部都包起来了，所以它的那个丰富性，原本我们感觉它的味道好像差了一点点，对，你刚好最后在试吃的时候发觉，哎，它那个味道做到刚刚好，很顺，对，很流畅。哎，假使我就加一滴个便宜粉，会比较好一点点吗？有可能。哦，然后不那，把它的味道再包起来。对，可是今天他们两组其实他们的做工每一个细节都非常讲究，归用型，好用型。七师傅嘞，好，我想把两片做的都不错，我是正常用单眼看了是红色的，该茄红素又出来，有人看到茄红素，该茄红素就是该토마토的该营养的来源又出梅头，两片是正常，你看。同个色是低的，佮加茄红素，摸出来啦，係啊。你行擺面做得講，切下蛇蛋啊，大概豆腐強下太，按強下按個都以炒，佢嘅茄紅素會出來，佢嘅營養會走出來，是冇。哦，還有我哋每就骨頭嘅輕了啊，吼，全係平溶嘅太色啦，不錯不錯。好，你們呢成績呢？風吹得到3分，藍吹得到1分，恭喜！風吹得到3000的元的假推機。恭喜！哇！自從那個試吃之後，珍娟姐的第2次笑容了。好，咱最近面吼，未當難得咯，所以得到紅海嘅獎品，我到多功能蔬果調理器，貴族手工藝良山。羅拉。當難得嘅比賽有唱到大家來到成沙也特別嘅，先來唱一個小分子，留睇下分享一下你拜參加嘅心得好冇？當反而因為我不是參加那個錄像嘅活動啦，所以我覺得很開心，很高興。羅拉太家，陳建基咧，出來就是學習嘛，我覺得學到主廚的料理，還有那個隊友的料理，我覺得很好，真的出來真的可以學很多。太感就是富小後期啦哈，恭喜！啊，你還問一下吼，我們富昌獎嘅食神姐姐吼，然後大家講一下，今日來參加心得係嘛嘅？真感謝一家之就今天嘅主辦的客家料理比賽，真感謝嘛，真歡喜，真緊張吼，真凊美啦，希望咧兩隊嘅隊友比賽總下俺哋嚟線下加進辦嚟出來比賽，無論哪隊贏，我總下真歡喜，真的，希望咧一家之就有機會來俺線下過來主辦，俺哋線下真多人才，真多真的。感謝。羅拉，謝金姐跟下廣東吼，無論係馬沙讓吼，你們等一下都要請客這樣。最尾吼，問一下雪芬姐吼，你今年發咗一份紅吼，得到紅海嘅獎品吼，感想讓大家分享一下。也是一樣啦，跟我們雪琴姐很高興啦，就一起啊哈，出來這邊參加這個節目活動哈。那我們也真的是第一次煮這種料理啦，簡單的我們都會啦。家常菜啦。對，家常菜也很高興啦哈，希望以後還有這個機會再來參加這個節目。謝謝。羅蘭。旁白好似聽我問雪芬姐記會哦，因為記他們跳舞呢，讓你長做得跳舞。真的。恭喜，旁白哦。今日當歡喜，早就來到成沙一道邊嘅，希望睇自家跳下來參加呢個比賽，互相來學習。係啊，像吼兩個姐姐講吼，線下曾經動到嘅鬧音吼，假使很有機會，熱天我上來台上，佢很有馬上東北主菜。我想睇自家跳下來報名，歡迎你有機會老年學習喎，一家之主，你下禮拜再見，拜拜。